2025年美國10月14日，孟菲斯。呢個係隻蠄蟧，每年呢個時間10月11月就整個好大個人咁大個蜘蛛網、蠄蟧網。呢隻蠄蟧得個1000至2000，直徑1000厘米、毫米、10厘米咁上下。點解唔鬆得煙呢？個後人喐緊。然後唔得咧，越整越埋越蒙。zoom in。